一對夫妻零成本創業，居然連入百萬啊！呢個堪稱史上最絕嘅賺錢套路，簡直就降維打擊啊！呢一對夫妻都係普通人嚟嘅，佢哋都唔知喺邊度得到高人指點，喺500同城波士直聘上面瘋狂咁發佈招聘信息，月薪15000，無責任底薪，朝9晚6，仲有帶薪年假，唔限學歷。就呢個條件，你話去唔去爭啊？反正每日至少有200個人投簡歷，但係呢度有個局中局，面試嘅人一入門口，前台呢就即刻遞張 A4 紙過嚟，話：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今日面試嘅人太多啦，麻煩你去隔離嘅影印鋪複印一下你嘅身份證同埋簡歷，要1式5份啊，咁樣可以加快你嘅面試進度嘅喎。咁求職者就實會去啦，畢竟咁好嘅工作點可以錯過啊？但係估唔到嘅係，隔離間影印店就係呢對夫妻開嘅，普通影印5毫紙一張，但佢呢度身份證正反面要收2蚊，加上簡歷5份就係30蚊。佢仲好貼心咁提供埋精裝嘅簡歷封面，一個又要15蚊。等我同你計條數啊，一個求職者平均每次消費45蚊，一日200人落嚟嘅話，就係日進帳9000蚊啦，一個月落嚟27萬。關鍵冇乜成本嘅啫，唯一嘅成本就係嗰部打印機。仲有第二個更加絕嘅操作，夜晚8點呢個男嘅又去夜市嗰度擺檔賣烤麵，15蚊一份，份量少得可憐啊！旁邊個檔口有個女人賣10蚊一份，啲料啊多到滿瀉，排隊嘅人啊由街頭排到去街尾。有個客實在頂唔順啦，就問佢：兄弟，一係你都降下價啦。點知呢個男人偷偷地話俾佢知，對面嗰個女人係我老婆嚟嘅，佢負責引流，我負責收錢。結果老婆一晚賣咗300份，利潤2000蚊；老公一晚賣50份，賺500蚊。睇落去好似老公蝕咗，但係2500蚊都係入同一個袋嘅。3個月落嚟，淨係賣呢個烤麵，佢哋又賺咗20萬。仲未完啦，最絕嘅係咩啊？存夠錢之後，夫妻2個諗住開間實體店可以穩定啲啦，睇中一間鋪，月租要8000蚊，但係唔知做咩生意好。唔知邊個高人又俾咗佢哋一個絕招，將個鋪位嘅招租信息重新發佈一次，將個租金直接降到5000蚊，個電話瞬間就打爆咗啦。有人問老細，我想開奶茶鋪啊，呢個位置人流點㗎？有人問老細，呢度合唔合適開美甲店㗎？夜晚幾點最多人啊？幾乎每個人問嘅問題都係免費提供咗市場調研。1個星期嘅時間，佢哋就接咗300幾個電話，成功掌握咗呢個商圈最齊全嘅商業情報，知道咩生意最多人做，咩生意係冇人做，仲包括每個生意嘅成本同埋利潤。佢哋就揀咗查詢最多嘅膳食沙律店，因為周圍3公里都冇同類競爭，開業第1個月就回本啦。仲有最絕嘅，佢將啲打電話查詢嘅人加晒微信，建咗一個叫創業者聯盟嘅群，然後賣商圈分析報告，1份500蚊，仲介紹埋裝修公司賺取佣金，又係一個年入50萬嘅副業。一句話總結佢哋嘅成功經驗：首先用信息差，求職者係唔知道影印店係佢哋2公婆嘅；其次用從眾心理，見到平嘢大家就瘋狂咁搶；最後利用認知偏差，通過資源整合，將人哋嘅需求變成自己嘅財富。大家學識未啊？關注我，多個金融朋友，你冇蝕底嘅。貸款搵到飯，包你唔使煩。